蔡康永的情商課，為你自己活一次。第20課，別給情緒亂貼紅黑標籤。如果一味喺度講安心、安分、安全、安於室，你對生活仲有乜嘢向往喎？所謂負面情緒，除咗悲傷，另外仲有恐懼。恐懼裏面嘅成分有不安，亦都有厭惡同單純嘅害怕。就好似我中意嘅蔥湯麵裏面咁，雖然有我唔中意嘅蝦米，但係味道相當豐富。先講害怕。害怕令到我哋可以避開危險，我哋嘅腦入面係存在住遠古嘅警告噶，令到我哋唔需要俾蛇咬過，就識得害怕毒蛇；唔需要從懸崖跌過落去，都識得害怕個懸崖。我哋亦都會因為害怕痛而不至於用手去掂個火，用錘去揼自己隻手。我哋其實係被害怕保護住噶，小心翼翼咁生存落嚟，平安咁長大。我哋唔會稱呼保護我哋嘅人係負面人物，唔會希望佢哋走出我哋嘅生活。咁點解我哋會稱呼害怕係負面情緒呢？而且許願從此不會再害怕呢？列子呢本書裏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小故事，有人跌咗個斧頭，懷疑係鄰居偷噶，越睇就越覺得鄰居好似個賊。後嚟呢一個人揾到跌咗喺野外嘅斧頭，知道自己怪錯咗鄰居。等佢再見到鄰居嘅時候，就越睇越覺得鄰居係個好人。我哋未經思索就胡亂咁俾各種情緒貼紅黑標籤，同呢一個跌咗斧頭嘅人一樣咁任性。一間店鋪對店裏面嘅所有商品都亂貼標籤，你就知道呢個店裏面產生咗各種管理嘅問題，好快就會執笠噶啦。唔好俾紅黑標籤亂貼喺我哋嘅情緒上面，咁樣先至談得上管理情緒。如果自己先搞清楚呢啲情緒有幾咁重要，等到有一日要教導小朋友嘅時候，可以令到小朋友知道，有啲情緒雖然唔討喜，但係我哋仲係好依賴佢哋嘅。如果漸漸冇咁害怕討厭嘅感覺，就等於理解毒蛇中毒雖然有危險嘅成分，亦都有能夠救人嘅成分。等到有一日去面對重大恐懼嘅時候，更能夠辨認呢份恐懼當中隱藏嘅到底係必須避開嘅危險，定係探索未知嘅機會。嗰啲探索未知嘅機會係嚟自恐懼裏面嘅不安。中文裏面不安呢個詞語係好有趣噶，既係不安心，亦都係不安分，甚至係不安於室。呢啲不安嘅相關詞語似乎都唔係一啲乜嘢好嘅字眼。但相信你已經再一次發現，乍看係負面嘅字眼，可能蘊含住蓬勃嘅生機。如果一味嘅安心、安分、安全、安於室，你對生活仲有乜嘢可以向往？不如直接做成木乃伊攞去展覽好啦。